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全国的3级警戒也未来解除。高雄市有一个消防的中队长，昨走到屏东来义乡的毕竟鸳鸯水墙来参加着亲友招团的10个人的撩客活动，结果有2个做伙去的朋友渡水死亡。这位中队长知法犯法。 高雄市消防局随加调职处分，屏东卫生局嘛针对这10个人违反室外群聚的规定，开出着6张的告发单。暗时，阁有几啊位警消人员伫溪流当中找跋落水的游客，不过2个人防救出来时阵，早就拢已经无气。这个意外就发生伫美加风前一暗。 自高雄出发的10个人，做伙伫昨下晡到屏东毕竟鸳鸯水墙佚佗，想要到其中2个人就伫水墙头前50公尺深水的时，不幸滑落水底。警消到现场救援，才发现这名违法群聚的成员，竟然包括高雄消防局的中队长和伊的太太，身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，却知法犯法，随行调职。本局第一时间获知讯息，立即进行内部查处。 属实，改调非主管职务，决议记过一次。其实自3级的警戒以来，来义乡公所就一直派人巡逻，考劝民众莫上山。不过是发生危险，屏东卫生局嘛要罚钱。违反室外10人以上聚会规定，除2名溺水死亡成人及2名未满14岁儿童，依行政罚法规定不予处罚外。 其余违规人分别采处6万元到30万元罚款。要被美加方民众就已经挡袂掉违反防疫规定到山区耍水，发生有人跋落水过身的消息，嘛，互人真遗憾。